见证奥运梦想，2016年，Omega 再次成为里约奥运会的官方指定计时。那么从1932年至今呢，Omega 已经第27次担任此次的重要任务。昌兴珠宝钟表集团作为 Omega 最大的华人独家代理呢，此次从8月7日至8月21日为大家独家展出 Omega 奥运官方计时大展。那么所有的展品呢，都是从 Omega 瑞士的博物馆里空运过来，机会非常的难得。那麼希望大家各界人士呢，莅臨我們昌興珠寶的聖蓋博店來參觀。Lucy 仲介紹話，為向2016里約熱內盧奧運會致敬 ，Omega 延續一貫傳統，推出3款限量手錶，分別係限量2016隻嘅最新超霸里約熱內盧2016手錶、Seamaster 海馬系列高爾夫錶款，以及全球限量188隻嘅 Olympic Official Timekeeper 系列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作為少數擁有 Omega 奧運新款手錶嘅代理商之一，昌興珠寶好榮幸咁攞到 Timekeeper 系列限量錶款中嘅第188隻，極其有紀念意義同收藏價值。即日起，凡喺昌興珠寶購物滿額，就可以領取抽獎券，參與9月24號昌興珠寶舉辦嘅年度中秋節珠寶名錶大抽獎活動。凡購買 Omega 手錶，即可獲贈2016年奧運精美紀念品，數量有限，欲購從速。想知更多活動詳情或者各品牌資料，請到昌興珠寶網站查詢。